酒啦，酒布袋鱼啦，啊，就是用迄纸迄较早迄人用酒的迄，日年嘛是有迄皮形式啦，嘿啊，有啊，嘛是有啦。啊，布袋鱼，敢若看起来日容啦，啊，敢若趣味上爱好啦，啊，含我老公教我两摆人做甲人讲的，嘿啊，叫伊教讲安怎做，这布袋是安怎人，嘿。安尼到要印，还是？我紧啊，较印啊。啊，无好啦，顶片可能阮去做就好啦，啊，你往红去迄落啦，你迄算要去恁遐办身遐？早起几点？8、9点迄里啊，嘿。对啊，爱无啊，这做戏爱讲互清楚，咱甲袂花花啦。嘿，安尼变做我透早会去甲你办身办完，恁若走我就休款，啊，过来就是下晡3点做到5点，过来就是暗时做电影安尼，对无？好啦，安尼我甲你写起来啦，好啦。安尼爱上啊较底的啊，我家己知影就好啦。Halo, apa kabar? Aku adalah Ye Susan. Aku kawin ke sini udah 20 tahun. Belajar boneka ini sama suamiku. Sekarang aku sama suami dan anak bisa kerja putaisi.较早大饼啊，没有之前啊，较早爱用夹的，无像这电动的。到尾啊，慢慢来有夹好啊，来改啊，生意嘛袂歹安尼啦。嘿，即摆当分3倍来做。嘿啊，我每钱嘛一通啊，一通我老公一通。咱要出去要做戏的时阵，我会甲个衫裤抹好。个头毛抹好，啊伊头毛落落的，迄个好势，啊咱要起哩，甲袂乱七八糟，嘿，啊过来一只摆好。头一摆学的时阵，按困难啦嘛，按苦啦嘛，是讲不能讲骂啦，不能讲台上西上，一个汤色啊袂晓演，毋知影啥物，像伊个剧本嘿，伊写甲嘛家看色、汤色，拢用汤啊，老公用讲，甲嘛家只有的时阵。听无，讲嘛该东西啊。这来鸡、美鸡，男生女生他的走路都不一样啊。女生比较温柔，美再好用该慢慢行。他走路比较慢，爱慢慢行，爱时不爱走下，慢行。咱台上是咪爱安尼起哩？安尼大大起哩，啊先扛咧，啊搁来换查某的，慢慢上去啊，安尼。咱酬神就是咱演乐新年看较安尼啦，三国啦，啊，水洞也有啦，因为迄有一幕一幕的啦，因为无可能讲一定拢做共款迄类啦，嘛有如通扫北啊。我过来遐久做一项的，已经做超过20-30项的迄个故事了。啊，就是讲较早的故事无搁做，即摆搁做另外即边头真济安尼。啊，要等住金良心，啊，毋知倒一个夭寿啊，无代无志，甲金良心烧甲白白。哎，你要来啊遐？啊，你有要饭无？无，我来啉该凉啊，啉者。这是阮查囝啦，陈淑茹啦。Hello。系啊，啊足够撸的撸啦。偌撸。
啊，你奶沙的妹子，像奶查囝。苏珊的妹子。哎呦，烫也是好不好？啊，伊日日晓讲客家啦，你唔好甲伊骂，你甲伊骂伊烫会死咯。我现在目前休学，就是暂时先没有读，然后来帮忙演戏，对啊，因为从小到现在会演，所以就先来帮忙，然后之后看怎么样再继续读，对啊。3个人出来的话，我就是负责，就是一开始都先帮忙车子先都打开，然后通个风，然后把杯啊用好打起来，然后就是款红啊，之类，像喙手啊、头毛带的，该甲落落来，有诶拍干。我们人类就是头毛啦拍干就爱甲落落来，红啊嘛同款，对对对。因为像妈妈的话，妈妈就是大约在哪里她知道就好。但是我有习惯性就是，会半仙跟半仙的在一起，然后戏码跟戏码在一起，这样子要收的话比较好，也比较好找。对。伊大概3、4个月啊，就出来对爱出来做戏啊，做人工的嘿。啊，变到冇阿婆吐啦，啊剩公公的，所以。我爱带出来，嘿。细汉的时阵，就是爸爸都会演戏，然后就看那个角色啊，很帅哦，然后2个那边对峙，然后这样打来打去，哇，好帅哦。然后，然后有一次就说爸爸我要狼，那时候刚好是在板3仙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说我想要狼，然后我就拿着那个喜神、喜形、魁星。然后我就站在这个有碟啊里面，然后就这样摇摇晃晃的，然后在上面演。我最喜欢的是梯形、魁星，然后上台的时候转身上台，然后整理袖子、帽子，好了之后再走。因为原本是兴趣，然后现在更想要把它当做自己的职业。对，因为现在已经很少有布袋戏，现在很少年轻人可以接触这个，对啊。然后刚好自己家里是做这个，如果传承了，或者是有人更多人知道这个文化，对啊。你都只弟安尼有心中囝无啊，这也爱斗啊好，这也无斗好。那等人家用说啊来去。系啊。这个是我阿伯，我爸爸的哥哥。爸爸会布袋戏是因为阿伯，然后阿伯教爸爸，对。你头毛刮掉。你楼梯做较大，敢毋是做较宽一束啦，较好打。有啊，有做大真正迄旧的较细个。对啊，就对。伊伫17、18岁时阵，本来是咧大泰路，因为当阵吼建筑业较落寞，伊就我讲无得对我来做戏啊，无你后摆你娶某你生活嘛无法度啊。我就那算出来做的时阵，就带伊出来哪甲教，伊去带珊了后，我就放互因家己去做，安尼就一直到今嘛。都发黄了。这个留起来吼，搁去甲买一粒新的就好啊，无你即马粉类吼。粉类共款差不多遐钱。通常是拢咱即个善男信女吼，伊就甲神明佛祖，甲许愿，许愿了后，伊就是算讲有达成伊的心愿，所以讲吼，伊就选中时节日来答谢神明，甲谢戏，就是行愿的意思。办仙就是，即马通常出去拢会办即个大水八仙，就是有烧酒、菱角啊、糖啊。迄拢是八仙要使即个
观众朋友善男信女，大家食平安，保佑身体健康的，大赚钱的。基本上布袋较早咧办是讲三仙，以咱上传统的三仙来甲咱保生大帝，甲祝寿。咱办仙互神明观，咱讲神的仙，人看戏，咱先办功夫，神明自然就会保庇咱这地主大家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，疫情快散。其实我迄当阵互因的观念就是讲，第一点，阮弟弟算讲是中途进来，我当阵的思想就是讲，就是给他们了解之后，因有法度去庙会演戏，不需要说一定要学到遐深，因为现在的时代，不是说像以前都拢爱用现场落去做。因为个放录音带就会使来做，其实这拢是为着三顿，所以我迄当阵较袂讲要强迫他们用讲口白，主要讲咱咧讲好话的时阵，讲神明祝福的话语的时阵，会当互伊较丰富咧、较好听咧，互请主欢喜，咱有甲钱赚当的，这才是重点。各位敬爱观众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快乐。今日介绍咱个传台戏，来供接着咱tham钱善行宫，请求尊王观音佛祖，北极玄天上帝，三山国王开江圣王，列位将文武尊神寿诞千秋。传台戏由着咱tham钱善行宫，落下地主姓氏所花由江英明到明星。呀，俺南，我迄个柑仔蜜园。落雨，伊较紧迄落啦，长甲无啊水啦，迄落好天，长甲行长嘛好天嘛，咱到我都慢落雨，咱落水就得摘啦。像这安尼爱有地头的人，伊也惊伊北市的较水啦，较好看。你会讲无地头，人讲迄涂骹扣的，嘿啊。粉色的拢摘，无粉色的硬是摘。有旱啊，就来摘啊；无旱啊，就无来摘啊。无呢，我二年无做南，无做田呢。我来台湾，到来台湾人又开始做。迄个时阵90年啦，90年的印尼当暴乱啦，就讲扫墓啦，对一个童年用hin啦，所以妈妈爸爸会烦恼啦，就讲无因为一年按危险啦，到来台湾啦。你这嘛到台湾啦，所以你家己好好啦，无你直接本袂知按危险啦，系啊。台湾是甚物款的，迄个嘛唔知影啦，嘛唔知讲会过来遮学遮做戏做田烧的无的，系啊。一开始往摆无种这种无啦。迄是往摆爱酒，甲人家做事做摘豆麦的，嘿，拄啊看到人家摘豆麦，含爱去摘，爱去家己学来种的，一家种一家摘，嘿，一家做头家啦，毋是甲人家做啊。
过来的时阵想讲，落去遮是做嘛家，做土家铺的是做嘛家，结果无啊，嘛是爱做啊。因为讲过来遮是足好命的嘛，甲过来的时阵1个礼拜最少要哭3天。为什么我这个那么严？过来搁过着安尼，遐时阵嘛安尼想。哦，你迄边敢有办好啊？你干嘛买？这单卖。哦，里面比较红哎。无要紧啊，这个内底啊。这我阿姨这伊拢甲我斗相共的啦，来我也无用，伊拢甲我斗挽来。啦，从这下早伊来挽的，嘿，我下早无用来挽，伊就是甲先挽的。今日阁有工课，阮翁仔甲人落肥料啦，啊，阮查囝有伊家己的工课啊，嘿啊。啊，有的时阵用，伊才来甲我斗用啦；啊，无用，我都家己偷偷的用啦。因为这个时阵做戏无逐工有啦，爱有人叫，咱才有法度做。布袋戏足侪人做的啦，因为做布袋甲无法度安尼规时咱顾三顿啦。因为伊爱看新明星啦，新明星若有大细日、老日时啊，甲有；啊，无老日时啊，咱都无。所以咱家己想办法讲，咱若无做戏的时间会使创啥，会使创的。嘿啊，有无种柑仔刀来摘。啊，恁明仔吼，下落咱透早9点吼，咱先来驶来溪口囥啦。啊，迄2伯你伫水济宫啊啦，系啊。先怎一早驶来，较毋免下昼甲咧哭哭撞啦。好啊好啊，啊无你下晡甲马路啊打就好啦，系啊，先驶来囥，下晡甲来打啦。做戏的联络还是我较济啦，有的时阵伊工课做咧，伊阁有抽水落肥料，伊会袂记哩啦，系啊。啊，所以我拢会，迄个做戏的时间，我尽量拢甲伊写起来，啊，甲伊迄个讲，啊，我有的时阵拢爱看这纸，我家己写的啊。人会临时伫田啊敲电话，你毋知影，我是拢有写伫这纸遮啦。啊，就是讲，这咱是拢方便去田啊会使看，系啊。哦，这就是记做戏的啦。啊，这你看无，就是因为讲我这有写我印尼字啊。啊，就是讲这今日是12字，啊，伫对座贪旗，啊1白，啊，过来明仔3白，伫对座拢有写，嘿啊。伊国语的、国字的，伊画看有画看无啦。较简单的，伊画看有，因为伊这像咱出去做牛哦，有当时啊我写字哦，有当时啊会甲我问讲，这字是啥物，这字是啥物。什么英英字啊，对吧？英字啊，对无？你手机也无开。迄个时阵我有去上课啦，上3日，都每图啊人啊，咱是图书人啊，无买图书啊，罔拜日你都拢唔买图书啊，哎呀，迄个台语，先啊就讲教爱慢慢讲，啊伊就讲甲我讲这是啥物，我都记起来。啊，一句一句，伊教讲袂晓，甲你讲安尼细声讲，啊，这是啥？讲2句啊，咱搁听无。伊讲，甲你教几解啊，你搁听无？安尼，咱的那个，头迄大声，咱敢若学咧较紧安尼，较强，嘿啊。真正较早有哦，伊大瘦呢，哦，伊这足瘦的瘦。我刚嫁过来的时候啊，我是咪？会白囝食物件，你敢知啊？我食袂落会吐嘛，他是一直骂我，唔食了，结果即摆会食，拢甲伊念，我讲食你看咩？啊无袂使啊，唔食就甲嫌，即摆伊食就甲念，搞笑笑。伊当初啊，算起媒人，伊怎讲要转去山口洋因妈妈遐啦，啊，我就还没过啊。买啊，敢若看，毋知是第5个较伊的款啦，可能是我接报第2个关的款啦。因为咱看较济人，你知哦，会知影讲这个人安怎，这个人安怎。我就感觉讲，我就感觉伊那会敢若算敢若袂黑白，就一种感觉就对啦。
我无印象嘞，遐时阵无想要去。我是，嘿啊，还有在上班，遐时阵拄那像阿鲁啊那囡仔生的，较无上诶，还不到19岁嘛，对吧？哎呀，啊无你考虑较济啦。尾啊，伊讲好啊，啊妈妈讲，啊人讲好你啊毋过，无你也来遮啊，互人迄落放火烧你着安怎。哎，遐时阵嘛讲啊，嘛讲啊，是着人讲好啊。这阿好写阿迄落的啦，写迄阿姊啊，我看下。这是啥呢？无你着先倒落，我才甲你破啦。无要紧啦，无我下晡看安怎，我水才甲你破落，伊迄走较紧啦。啊下晡你先倒落，我后日才甲你破啦，对哇？这田的佚头，伊逐工的啦，话田底要放大，咱着无去破水啊。啊，即摆若后人要爱，我着去抽水，互因安尼啊。做鱼是这无一定的啦，有才有做啊，无就咱就田的工课都罔做安尼，对啊。最难的就是要打架的时候啊，打架的时候，他有的时候砰，给我偏去接起的，我那个没有学，我翁会晓的我没有。这就是讲，伊要起哩，嘿，小拍，嘿。我就是拢安尼食，安尼接起来就好啊，咱毋免搁，因为咱的手尾咱无够，咱甲叫大哥。你要用这声，是要用迄声？拢有啦。啊，你打架有去看听落。啊对。你毋通老开，我即摆要来啊。安尼，哦，顶开，安尼。哦，好吧。啊，我会接袂准啦，因为伊有练过啦。安尼尔。哦。姜啊学的时阵，有当时啊，接落会去触着这红仔讲啊，触着，这拢乌青啊，拢烟灰啊。无啊，伊甲我加种会到的哦，拢用歹的哦。拢袂讲啊，这着安尼，毋是哦，讲，甲你教一届啊，阁袂晓。迄当阵啊，咧教是拢教较严啦。咱讲实在，学师仔人哦，师傅若无歹吼，师仔袂紧心啦。本地就是爱安尼啦。是讲安尼，伊安尼甲我歹，我哪感谢伊啦？啊，我毋知我多出师你无啦。嘿啊，你无诶，真正咱讲实在，伊像你无安尼教吼，有当时啊，就是伊当时啊袂记，伊就想讲，互咱做这布袋无啥物。其实你伫台顶你演啦。大较知影的人，你看拢知影你咧做啥。就是想讲，落工作嘛，该送洗就甲爱天寿伊做啊，哎呀，所以无上安倒啦，爱出去做，咱就爱出去做，安尼天寿伊做，啊上午就讲爱甲都要做啦，做布袋戏安尼啦。毋知呢，我感觉对这布袋戏，我若愈做愈有兴趣安尼，有诶时阵，咱啥物戏出啥个，咱拢会做安尼，啊有新诶，咱有想要学安尼。啊，若敢有钱赚哦，我就免去做上帝啦。嘿嘿，我这有理哦，我来头前甲人斗老奸的。哎，有诶时阵煮我一项叫伊斗用，啊，煮较少诶叫伊去洗碗。含迄焖白麦啦，含拄啊你这煮来食啦。因为哦，阮拢含啦，无用啦，叫伊哦爱学煮啦，啊天寿做无较会省事啦。他以前都说啊，煮一个饭煮啊，顾恁翁的枵死啊，就还没加那边。啊，叫伊会好啊，食甲菜都会好啊，天寿啊。因为
读册读个煮食的啊？我高中的时候读1年的餐饮科，妈妈都会夹着煮，就是可能2、3道，然后可能就有1道是那个印尼菜这样子，对啊。来这里比较好的啦，来这里慢慢学的啦。主本无较认识啊，主本师傅啊，老公识啊。他以前把生鱼片当做猪肉，即马先煮印尼咖喱肉。好啦，莫吵啦。好啦，等下你食肉肉啦。你敢落顶啊？等下啦，等下啦。你迄搭会掉顶啦。袂啦，哦，好啦。是我甲煮啊久的，是你煮啊久。啊，500一啊。你搁要去啊？我知。像有时候他煮一煮啊，电话来了，生意来了，就要赶快去接，对啊。然后就说，他有时候就说啊，起来给我倒煮诶。安尼我知啊，安尼就是讲，遐下早甲你办一个先，我歇款，我下晡搁做，暗时搁做，安尼好无对无？共款正常时间啦，迄下早办先嘿。安尼我知意思，安尼变做讲下早。因为爸爸妈妈他们要去做戏，阿伯他们也是。然后我幼稚园读书回来就是在家里，然后就是那时候小时候，妈妈说哦，你等下读册读了，等下问来水色嘞哦。就是他们虽然会买东西放着让我自己吃，但是我有时候就皮，然后就自己开火，然后就煮个东西这样子，对吧？然后自从他们发现我会煮之后，就换我煮了。水打来的饼。食饭哦！啊，爸爸嘞？伊田咧看水啦，叫爸爸等下食饭去敲电话互伊。等下，胖啊叫。除了年夜饭以外，很少会吃这么多，就是煮这么多啦，都是有可能像从很远的地方，桃园啊，阿姨他们来的时候，一大群人的时候才会煮，就是煮一些印尼料理啊，这样大家一起吃。我很久没有看到黄姜饭了，又寒凉又煮，无寒唔会煮。好好吃哦。辣椒。焖鸡吧，那印尼猪肉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年轻的时候，那时候有听说老公，很爱喝酒。哦，蒙拜伊人搞来的时阵，按爱啉酒啦，某嘛爱做事啦，就日日就暗啉酒啦，啉到天天醉安尼啦，就日日甲暗啉酒安尼啦。唔袂啊，敢嘛是伊滴的啊，佮敢嘛滴啊，就蒙拜2班人啦，已经也有变啊啦。有改变了啦。讲，你家己讲啊，他的故事他以前啊跟那个大爱台讲，叫他自己讲啊，叫他自己讲。嘿哦。迄代志就。那毋则甲讲你有改变对无？准做恁若报出去，人会人会讲啊，真正咱安尼袂使。好有好啊。无共资料。够共。我看觅，好有互我鱼肉。迄人阵仔刀鱼较少嘛，我就拢有去人做线工啊。刀迄工阵仔刀鱼少啊，人少就啉，安尼啊，都有偌济钱就开偌济钱就对了。做1500开1000啊，1500啦。我跟爸爸都会载我出去，他喝酒，我在旁边吃东西。我讲实在啊，伊啉伊的啊，咱度过咱的生活，咱嘛是去做工课啊，我无看到我都莫烦恼啊。我拢去捧菜啊，去做工课啊，迄个伊啉伊的啊，都到暗顿的，都咱款的都困啊，莫插袂好。
哦，所以专门个是因阿爸。嘿，你共讲巧伊，你乌白讲你。哎，云林的新住民的新娘算多，我的比较刻板印象，我看到都是会晓啉酒的啊，对啊，会晓啉酒的、不叫的，就是很多妈妈觉得她没办法去接受这样的生活。如果太长期的话，我相信啊，我不是外国的人，我都没办法去承受。说假设我以后的男朋友这样对我的话，我绝对是跑的啊，我怎么可能留着？对啊。烧金了就会使迄落，因烧了就会使有啦，迄个昨猫，迄时阵细汉啊，目走一界啦，真正挡袂牢，真正足烦的，互伊迄落，因为伊拢无爱去做，佮逐工拢啉那空的，所以我大姐。到尾后我迄届走倒来了吼，尾后家己讲好，心放啊开咧，为了囡仔，咱家己去找工课做。我拄拢有啥物工课要做，含人芳菜迄种硬斗的呢，无端菜啊。嘛是去芳啊！人讲哦，你遮细汉，还敢芳的呀？人三只鸡，我嘛照芳。人5只，人嘛看人芳5只，咱嘛芳的。人开伫咧腹肚安尼芳的，硬含人拼啦。吓，安尼一工嘛是开啊。伊是出去。庄仔头内底，大家工人拢甲学了。讲阮弟弟带着珊珊真正福气，较到天家啦，啊较袂去外口甲人乌白蓝安尼啦，啊都逐项钱拢要趁啦，嘿啦。伊当初有做足济哦，也有去人办到流水席啊，去共芳菜。无迄个时阵还袂种柑仔蜜咧啦，都还袂种咩？搁有迄，阮遮有做人国阳春面迄啊，搁去包阳春面。啊，哥，你敢摕人家洗发精用那个盒子回来折？嘿，迄嘛拢为着你食饭的逐项拢要趁的。我敢无到用着。我看足济外籍新娘的内底，搁阮庄仔头内底，其实吼，若像珊珊这情形是真早就拢走出去，拢是啉酒啊，啊无就拍某啊，啊跋筊啊，安尼啊，我是迄当阵我嘛是甲阮弟弟讲啦。啊，因为伊的个性都较倔强，比较酒啉落较无法度控制。啊，阮珊珊伊，你讲不离不弃，应该是讲伊迄当阵伫印尼的时阵，嘛是真困苦，拄着困难，无法度，无奈伊才来台湾。啊，伊来台湾就是要为着要一个家。啊，迄个当菜哦。有啦，应该有啦。通常因若伫附近遮做，也是讲有做伙做。咱若国人去台大好的时阵，我拢会过来甲顺看看咧吼。我家当看你有欠啥物红仔头啊吼，也是讲有损害吼，也是讲一寡做鱼的道具有歹去的吼，啊毋知影要去对做，也是讲较无了解，甲我拢会替因去处理安尼。嘿，啊问看讲最近戏路好无？吼啊有拄着啥物问题无？安尼。嘿，还是伊后壁遐哭一个，伊船咧足悬的，你看中间安尼，香，加冰风。我是咧翻译，写印尼语，落去翻译台语。啊，伊就是算讲，伊嘛家己嘛有心要学啦吼。啊，搁阮弟弟，算讲因两个翁仔某相扶持，伊即马会当家己一个看一病。啊，只是讲好话时阵，伊还阁毋敢讲。我讲无要紧啦，因为你出去人拢讲，你无生是印尼的人，你台语讲甲遮练转啊，但是伊就会惊，伊就毋敢讲啊。就是拢好话啦，这拢讲好话啦。就是讲像这安尼，咱现在要来办好了收三仙来供祝安尼，就祈求甲咱大细平安顺遂，
南家千祥，女家必福。出外开车，大家事时无知，八节有庆，天顶大进财。这写啥？我有时阵嘛拢唔知，我这个大众家中大细嘛，大小嘛，家嘛，这一家的家嘛，啊，这两个我都唔捌啊。带动。就是讲带动家中，就是全家落迄落的意思啦。你会使哪细声讲啊？我食饭呢。哎呀，你母还叫袂够啊！你搁只大声来叫哦。我都无食饭。今日无食牛排。来天公上演，咱那个小人传代戏来庆祝神英宫、青树尊龙、圣诞千秋、观音佛祖。因为阮都是下晡播地戏啊，暗时啊电影啊，系啊。车主要要求讲，咱做清播地嘛是会使，就是讲下晡播地，暗时啊嘛播地，迄较贵啦，吓较贵一点点啊啦，系啊。对，咱播地就是讲爱人工落去做，电影咱机台斗斗的。做电影的时阵，就是讲咱的时间会当休款啦。这今仔日的万山村的老李互恁做鸡母啊，爱老毋才会剩，系啊，爱老毋才会剩。好啊，当个敢若伫台顶带顺路甲你摕来啊。系啊，我摕来好啦。吼。没啦，谢谢啦。我是阮这个庙神仙宫的，我是总干事啦。这个戏团拢甲阮做配合的。过来就是我讲的时间上，一般阮请别个戏团的吼，拢去只8点半左右，伊就电影放完，伊就收啊。伊这无阮来讲，都要时多济招，伊就会使去时间上甲阮配合吼，再放较久咧。阮这装的这时段吼，会使去欣赏因的节目安尼啦。这都阮这算足装卡的吼，一寡老伙仔都也无啥物娱乐啦。伫厝嘛是看电视啊。来遮吼，还有一寡老朋友，一边开讲，一边欣赏因这个戏团的这个所甲阮提供的这个节目。咱今全台戏宫，祝咱tham见善行宫，再会，咱明仔载再会。扣啊，好遮讲。哎，我扣啦。袂来叫起来就困起来就好啊。新住民，我知影啦，我知影伊嘛帮因先生吼，算很得力的一个助手啦。其实你会使独当一面啦。哦，这种传统的吼，这技艺伊员拢来遮拢有学习。要讲要请布袋戏啦，吼，这伊家己员拢有在了独当一面。因为这庄家所在，伊台语讲了嘛足标准的啦，所以讲这个新住民我也无简单啦。你开太强。无啊，我开1尔。我开1。开多少呀？啊？啊，无伊讲迄药食了会变怪，变冷哦，骹手。有啦。哦，我卡在冷起来，阿飘。哦，食这药足甘苦。伊个规包的胆拢无分。无啦，伊个同款的啦。啊。伊个4项拢爱食了，一工食3摆呢。
喂喂，哥，喂，阿三哎，啊，我来啊，系啊，啊，我到很久啊，我人冇买好，我食下种介便所咧。好，是啊，哇！伊就是食药啊，人艰苦啊！伊就是食药啊，人艰苦。食药哪会艰苦？没有，他那个应该有副作用。哇！你也是问题先啦，就是甲开刀共来开的。甲刀球啊，按球咧。我身体都冇搬重嘅，从爱搬重嘅咧，搬配料咧。我开刀开过啊嘛，你两个提供资料啊，系啦，啊开日年啊，还袂用，蒙摆就是冇开刀好，就是拢那个买垃圾来按刀的。姑姑，你知道苏珊生病的事情吗？我不知道，刚才他讲的。没有跟他讲，开刀的时候他有去啦，他本来要去看，你小孩没办法进去系啊，没当进去做得落去啊，有疫情啊，系疫情的关系，做得落。我伫外口啊。系啊。胡家，爱炒胡家咧哈。我到来的时阵，我一定啊，你都要食阿久，你拢食阿久，啊，你食你中你就食你得。系啊，我白啲嘅交落都唔啲，而家白落料嗬，簽牙人啲啊。我讲白忙生意来人家做戏啊，甲伊公公做。对冇人讲啊。不认识啊，我们都有见面的。人啊，甲管人啊，甲管强啊哈。系啊。15年了哈，15年前就知道看过了，只是不知道呢你是姑姑。咦，我cái天呢？哦你呢？我信你啊！我簽我信你。嗱，啲師傅攏出門背啊啦，而家迄度啦。我久的來有2隻啦，啊2隻賣啦，啊廿三攏出去做事啦，咁賣嘛就是做事，春節到門口買肥料。人要落青啊，好天啊，無落雨啊。如果叫爸爸來食飯啊，好啊。好啊好啊，食飯去烹啦阿生。哦，爸爸食飯啊，進來啊。來攞含一巴嚟食飯啊。爸爸食飯。你找好食啊？好吃。哎，咁樣食呀？啊，普羅咩按人嚟㗎？你有嗎？有啊，普羅咩好食。啊，你會食嗎？吃什么？吃什麼？普羅咩？吃普羅咩啊？食看嘛，很好吃嘞。我唔敢吃。等下啊，你敢吃的？哎呦，有风嘞，强哦。哎呀，我们来就是找煮什么菜都可以了，我每地方爱煮印尼的意思。係啊，食台灣慣時啊吼。一起吃最重要。有啦，要擺若想着要食印尼料理，咱就買物件倒來煮啊。上禮拜天咱朋友啊無上班嘛，攏會來啊，我攏煮物件來食。禮拜天。我比這常跟姐姐聯絡啦，啊還有親啊姐講嘛，該上時攏還有親啊姐，每日上下就使攏 FB 啊、Line 啊，裡甲寫嘛開。像阮甲阮姑姑安尼，我是有時陣逐工嘿，講姑安尼既然免賣啊，從他識找他來辦啥你免賣啊？你做戲無？阿魯媽甲伊講啊，叫伊莫安尼做啊，啊若有休困來佚佗啊。哦，他们来找他姐姐呀、找去高雄啊，找他那个什么，那个叔叔的女儿哈，哎呀。上阿姨做戏來哦，好啊，來啊，來聊。該給你洗咯。哎呦，很強哦，很強以後人家不會出來哦。係啊，你咪這樣講。你別使攏用講啊，你要識物件啊，做本嘢啊，你別真係講。講係講開哦，安我。我都愛緊柑仔蜜啊，緊柑仔蜜緊的，緊水的，大細粒的，緊的啊。快迄個啊，愛吐起來啊，冇本人啦，冇賣啦。像用迄吐到漿漿，用迄人看到了番茄按醬，人就甲你賣啊。
像安尼，我是拢一般人熟悉有买，我拢算70的是80家己的遮所在，拢有人咧卖安尼嘿。浪费的是讲，我捌足济，一工也捌1、20桶，就是拢我早去浪费啊，民良的浪费啊，交去，人就帮我处理好好啊，我物件藏咧就好啊，嘿啊。就等讲因你迄边遐卖，人一定会甲你买，才会讲好价歹价安尼。哎呀，会使啦，即马安尼会当平平啊过啦，算讲咱事业嘛有稳定啊，做戏田的拢固定，囡仔嘛大汉啊，就太好啦，比以早搁较好啊啦。阮以早做甲一台车尔，即马拢3台落去做啊。珊珊伊个人，咱台语咧讲较硬骨，哦，伊较毋惊食苦，做戏当下了后，有当时啊半暝，阮弟弟若忝，伊搁去甲抽水，隔天要正工啊要正生会，伊嘛是搁去做。我是爱甲阮弟弟讲，你也感谢珊珊，真正，伊若无甲伊斗换即个家户，你今仔日毋知变什么形。咱讲实在的啦，伊嘛足大的勇气啦。因为当阵仔囡仔佫细汉啦，伊嘛是算讲要讲毋到，我太严硬啦。伊真正我那太照顾咱啦。咱讲真诶啦，无早就走伊啊。敢有可能讲拜托的？阮人啉甲安尼，工课也毋去做，毋去落，拢干那伊家己。做布地，敢若一平才偌济钱，毋免讲请你做啊。伊就当阵仔就去嫌人捧菜啦，温面啦，安尼。我拢用银的哦。因为当时啊，我较袂去讲，讲我多谢你啊，啥物，放在心内啦，我袂讲。讲出来，讲出来，我毋知要怎。你叫我安怎表达，我就袂晓你啊。较早较袂晓讲笑，即马迄个加减啊较会。即马讲，我讲，我迄做到要死，安尼，会讲，我咪足感谢你啊，足感恩的，安尼，讲嘿啦，安尼。我嘛袂。哦，迄也无啦，会紧张啦，讲老岁仔人啦，讲叫我甲你问啦，有决定。莫紧张。都讲好啊，你是你。迄艰苦的时阵吼，已经过啊，哭袂出来。你迄10年前啊，甲我翕，可能啊一直哭。即摆已经。囡仔大汉啊，咱家己有家己的事业，咱较轻松，咱无想到遐过去啊。人讲放水流啦，甲迄过去放水流，莫想啊济，安尼人甲心甲会开啦。我是珊珊，我到了21年啦，我对囡仔的生活吼，生活简单。一家伙会当做伙，阮呢，我就足满足啊。他要问什么？没有讲。你要问什么？你没有跟我讲。他们都是安尼播的，我不知道啊。卡头啊，小小的啦。说早了，互你搞大汉。我袂听啦。好啊，你来台湾就这当啊。常常对你大细声，你也会常常跟我讲说，我没有把你放在眼里，但是就是我有啦，歹势讲啦，对啊，不好意思在你面前讲这么多，对啊，我爱你。